不行。不行。呀，你看了这个样嘞？让个可不客气呀！那不行了，举头点样可是你的嘞，哪子就要的，怕不是要的。你考过下届，下届嘛对呀俺这俺算账，可这次前呢，俺这对不嘛是呗？没事呢，去领个3天就让给新个一呗啊！你考过下届，有嘛对呢？跟着瞧嘞，有嘛对呀呢？呀路瞧不是？真不看是讲的他个人。哦，干了，我说什么意思个？可不那么重啊？给了亲戚哪个阿妈，能有很过怎么样的？可不打，过不去就是了。来噻，我这学了，提过去学啊，提过了。来噻，不行了，看上个吃的少了车子拿去，开始米少给你干些我的，你也超过点做，俺娘下大的的。先生啊，给你开脚，看上早点休息。德福，那让下去有。给那个你别戳着你下，给了，爹用不给了。对的，他个鸡吧。呀，德福。喏。呀，天喜。来噻。格林达。来噻。格林达。教育嘛，蛮教起了，快准备，实实继续。来噻。开始提教育呢，你那边考过小队，提卡小姐，别死个了的。那不行了，看上看那个月了。看上个超过牛些团女男人算账，中路个举头面多。前张七路培训大姐，考不下过去。俺就行了，看上俺们那中路面不着，七路可太艰难吧啦。该谁冲给全部顶着那拉些啥嘛讲呢？可怕用个人。鬼子，喏，七里面边那边比例的马技术的。老师，我呀，喂，让点对戏，同志们，让个下贱的第一站的给下，对，有嘛的也得给下，前站让个超过的马下去，有嘛的做马墩的内下贱的过去。下这过查数呢，就嘛的给人家怕家姐，可贵个全部也不是，前站可不嘛下那养养米多啊，呀，这个是，光棍路了，他别杀死，哪次等个都给，等于，姐呢，可不适应他，也不晓得。我这德福，喏，叫我同别起来感觉的，来噻，这不大，就嘛三个啥呢？可还用过人，是吧？对，给了，穷查下，其次就是的，哪个俺们苏州才同别的技术，来噻。咱们朝我钱不西差多，就嘛的，去吧，路你轻松，同别区的这那可还凶个人，钱是过去个人吧？呀，给了，我呀，他个鸡吧，呀，说过，你嘛总是，你总哪子多是穷个人，你总多是呢，他说的钱数呢，然了，那就这就第个嘛的，先生们，我呀。这那个米多，何子？光棍路了，堂姑呢，快快些给进来吧，来，钱买。德福，你慢点的，慢点的，那个米多，自己去去，一起清扫这些洗衣，怎么样？我呀，他不相信的。有，儿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